什么墨西哥牛肉卷、内蒙古琥珀牛肉卷，直接绝了。哎呀，这8个干啥？吃的时候挤挤，干会儿就没了。干啥呢？快来快来，超哥，老弟给你解决了大困难呐！西奇小巴肉牛棒骨，这是干啥呢？哎呀，超哥，以后就照着伙食表整就行了，省得你天天也不知道做啥。我这人也简单，我是咱简单整的。哎，你这家伙吃不问题，吃吧嘛还，帮忙干点活儿吧你，帮忙给盖锅子，走，行，够冷了，走吧，超哥。哎呀，整点啥？来，拿一根，把那抽子拿来。八哥，把那绳子拿来，从这儿穿过去。八哥，行了，你去洗面拿那6条去。行啊，我这个把这上面。哎，我好像看着茶哥的小金库了。哎，先留着吧，哪天再来。茶哥呀，你跟我玩这个，给放这儿了，茶哥。八哥过来，好，这样你就跟我混，有我一口肉，就有你一口汤。哎，这样，兄弟坐一会儿，哥给你烙饼。烙饼，这是啥吃法？哎，好了，八哥，哎，把那安棒拿过来。啊，这样。这，这，这花油啊，好了，吃吧。这琥珀牛肉卷饼，来点韭菜花，必须这东西不能去。哎呀，这玩意儿，这琥珀牛肉卷饼，什么墨西哥牛肉卷、内蒙古琥珀牛肉卷，直接绝了。哎，茶哥，我这人有忌口，不吃素，我用上这个，顶齐都多余，就这就行了，这都少点儿。吃吧，兄弟，够你吃，好好吃。以后做饭不用放汤，就纯肉炖，干不冷不炖肉。那更方便。我还买这个菜还花钱了，哼！明天开始不给你闹吃了，更省事，全吃肉。行行行，